歡迎大家收看亞基電視台愛情重遊節目《西團愛的故事》第2集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去片。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凄美嘅愛情故事。喺漫天風雪嘅一個夜晚，雪已經變成咗雪球。台長夫人小心翼翼將雪球用毛巾包裹住。現在主角逐一出場，有南瓜、薑、紅蘿蔔同埋蒜。為咗成就呢個凄美故事嘅一對新人，呢班主角願意粉身碎骨，俾台長夫人切到七零八落。佢哋嘅犧牲造就咗雪球重見天日。台長夫人運用佢嘅魔法，將雪球化零為整，一分為四，成為4條香蕉。而4條香蕉之後，又變成一片片雪片。終於到主角出場啦，就係蝦先生同埋花枝小姐。由於大家嘅家族背景懸殊啊，咁蝦先生同埋花枝小姐咧，一直都受到家人嘅阻撓。雖然係深愛着對方啊，但係一直咧都未能夠譜出戀曲。直至到遇到有魔法能力嘅台長夫人啊，喺漫雪紛飛嘅夜晚咧，將佢哋炒成一碟。恭喜有情人終成眷屬。而家亞基電視台體育記者阿基為大家報道一則體育賽事啊。背住鏡頭嘅呢，就係台長伉儷啊，隊名係鶼鰈情深。對面亦都係一對夢幻組合啊。先介紹南方運動員，有奔雷魔術手之稱嘅台中區40至50歲組別羽球界新星。而另一位美女運動員背景資料不詳啊，據可靠消息報道，佢係某所台中嘅知名大學嘅學生，即將畢業。介紹完球員背景之後呢，我哋旁述一下現在嘅比賽啊。比賽呢都係相當激烈嘅，咁大家都係用拉吊突擊嘅方法嚟打雙打。觀眾可能已經留意得到呢，打咗咁耐呢，雙方嘅男運動員呢都未有一球殺球嘅。好明顯佢哋已經有默契啊，希望可以打多拍。預測啊，今次呢係有機會打到98拍嘅。咁雖然呢個係一個現場直播啊，但係呢記者呢收到可靠消息啊，佢哋呢係已經內定咗要打98拍嘅。而家小記者繼續為大家即時旁述一下比賽啊。頭先都見到啦，台長呢化解咗對方嘅好幾下嘅突擊台長呢都係一貫嘅壓後場打法啊。取準機會呢先至嚟係俾台長夫人攻擊嘅。台長夫人呢亦都唔係省油嘅燈喎。每板壓後場呢都係壓到對方實一實嘅。但係對面亦都有一對呢實力強勁嘅夢幻組合啊。亦都唔容易對付啊。台長伉儷呢亦都陷於苦戰當中。見到咧，台長突然間突擊上網啊，想進攻啊，但係咧攞唔到機會啊，唯有挑個高後場咧嚟換取時間。最後由美女打失，台長伉儷僥倖獲勝。賽事報導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實屬不幸。